起造金城差不多有用600万块砖仔，大部分为漳州甲厦门来的，有一寡是为安平古堡偷运过来的。安平古堡迄阵已经拍远啊，现此时咱伫涂骹差不多拢看袂到砖仔角。砖仔角上大的路用是做地基甲外河沟。入去二昆新炮台内面，头起先会看到操练场，一片真大的埕。操练场四周围有冰仔房、米酿房甲火药库，即几个所在是土做的，顶面有路通行，行即条路会当规个炮台踅一轮。路外缘是用三合土起的墙围，差不多胸坎遐悬。墙围外口搁用土屯做45度的架仔，以便杨庆队来拍对敌。荷兰人在起安平古堡的时，捌教过咱的祖先安怎用三合土摕蚵仔壳磨做粉，搁起火烧做糊，掺寡糯米汁甲乌汤水，拉拉咧就做好啊。即落物，咱在议砖仔时，通甲砖仔黏做伙，贴好在。因为是荷兰人教咱用的，咱的祖先就甲号做红门土，现此时嘛有人叫做孔骨力。二昆新炮台大体啊是四角形的，4个角仔位有角宝碰出去，具体是要安大炮，通拍较远咧。角宝嘛有另外一个功能，就是共拍的时会当为无共的方向互相支援，避免对敌有一寡角度通好灭。三合土起的墙围，内底即面有真侪墙仔浮壁，互土墙较用咧，避免落雨的时水灌入去，滴到土墙后壁开。西洋式的炮台甲清国式的城，争吵上大的是起造墙围的材料。西洋式的炮台是用土落去贴的，清国式的城墙较侪是用砖仔甲石仔落去贴的。因为当时清国的对敌大部分是骑马仔射箭，也是用火的。即款武器砖仔角甲石仔抑阁挡会牢。若对敌为海尼来，因有杨庆大炮，砖仔角炮台颠倒死伤会较侪。互大炮拍到了后，要整修嘛较困难。